来看位伫宜兰宜山的大山口林家有100栋的历史，嘛是历史建筑，也毋过因为所有权人是真复杂，拢无法度来还收。文化局以临时的更平来保护。高档话过去咯，最近咯都有所有权人质疑讲，厝无帮，恐惊更平会成帮。传统的三合院厝顶破一空，事先也真侪所在破损。这栋伫宜兰宜山乡的大山口林体已经有100年的历史，是历史建筑。不过所有权人真复杂，一直无法度摕到一定比例的所有权人修复登记。文化局先打铁棚来保护。你用翻到铁啊倒去吼？会啊。安怎讲？地动啊。我迄厝袂倒。林家故厝自清朝武古林林朝英开始发展到今仔日三合院的规模，有一寡林家后代也搁住伫咧内面。因讲铁棚啊基座无啥稳，惊讲会崩去。尤其最近常常发生地动，唔通厝无倒，铁棚煞先倒来。台风是东北风，它会直直的落下来吗？不会。你那个屋顶是它的搭设的保护屋顶是直立式的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个对保护这个房屋有帮助吗？这个铁棚机啊是2019年文化局补助起起来，本来是临时性的设施，怎么已经5年啊？文书学者讲，铁棚啊根本就无保护的作用，风雨若磕头也是破入来，厝身也是会歹。公部门对修复工作无积极。在前阵子，我们有去查勘，现场查勘，那发现就是可能有一些需要再补强的部分。那基本上厂商已经在最近，在钢棚架的基座做一些保护的措施。原文化局讲，有去看过钢棚的基座，确实有新鲜甲落差的情形，已经进行修缮作业。当初起这个铁棚啊，有经过文资委员审查，有一定的保护功效，才会搭起来。若旧厝厝身的修复，会继续甲所有权人沟通，经过同意就会开始修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